有买路买黄金珠宝，还是得做乜嘅钱呢？几多人都系安尼想，唔过睇某历史开源楼嘅王云写唔系安尼认为哦，而跳出传统地方源楼经营嘅限制，创立品牌，将珠宝同菜地文化结合，一类类拍摄写的油桐花，路变做珠宝首饰，立马睇琴上也变做排练的贴拍造型。王云写的文化珠宝世界观念，同人无穷用，成功创造话题，本珠宝饰品加添的故事同人文的秘密。用茶器雕出斜拍的油桐花，再过上落无穷色的高沙，就会将的油桐花吹耶。就知道讲，这真嘅一类花对嘅书香规则玄武下来。对地东村各位艺术设计看唔到本地的设计位，呈现出油桐花花盘的完整，桐花吹耶含做得力。如像係斜拍的油桐花，对树米蛋糕立得下来。设计嘅人就是以王云写，因为传统地方原料生意千难做，看出天初嘅转型，让前面都出路。所以自家创立品牌，改行文化珠宝嘅设计路线，同菜地文化意涵同珠宝设计结合。桐花又对苗栗发源地，象征客家的一个文化代表。要按照精神，甲花艺度同人经常当配合，今日就可以量产10年原来啊。对按照生产这个去制作某种设计的东西，对我来讲是专业的。我想讲，这按照方还没同样桐花来做一个安尼铜匠的，像吹的啦，某种金子呀的本人带到讲。为到本人他嘅接触图韩国歌，王云写提设计项创造话题。用七彩高沙无穷用嘅色彩能量同相成意义，本写拍嘅桐花吹叶很不相应。七彩桐花做得艳美丰富，形象无穷用做无穷用嘅搭配，也做得一摆带起类。同时，将一条吹叶为吹吹穷下，而系研发的一种弹力链呢，呈现出花边链的奖。讲桐花搭杂地都有用七彩能量做故事有红橙黄绿蓝靛紫，又参考文献红色代表活力，你那这种心情当中就带红色吧，这种压力当中就带绿色舒压，黄色招财。中国暗用结合起来，色彩文化能量然后宝石的它的意义功能效果，一类细细类油桐花，做得讲可以讲3年5年讲唔脱的故事。给他穿衣服的衣襟这边来表现客家的元素，还有令马，那令马这个整个过程它从哪里走的从飞碟评论后为桐花节发通由桐花内列变做主打商品，王云写韩团太轻衫，令马设计做连内嘅吹叶，有等人设计，也有风云拍摄改设计的造型，就希望做出时尚感，上到后生人。后生人佢爱嘅东西要懂时尚，但係你講到文化，坦白講，吃得懂沉重，有時候我懂傳統嘛，所以原鄉的元素同時尚的設計一定要結合在我們的產品裡面，後生人才會接受。用客家元素想出來嘅珠寶飾品，我本人從買登錄用嘅單元照。假使天體2000元以內，安尼人客能夠揾買。唔過高貴嘅珠寶，很多人擺攤嘅耐出去，一開始佢心感度也係清感嘅，又知道冇乜嘅價值。一同嘅拜像個拜攤那樣就像有市集咩，就搭一個帳篷，就可能就到戶外，尤其我哋做珠寶人當聚會呀點，因為就做較規創嘅東西，當江人唱嘛因此我會想講唔好做到昂貴嘅東西。但係我珠寶就取之大自然，所有的產品全部會大自然天然的東西。譬如講油桐花，就去天然去請嘅親神派地度嘅
贝壳，我们卖到按规，哈，它一般价钱话，普罗大众他敢就接受得起的珠宝。里面王源石酷天的品牌路线，一片行登陆市场，一片行高级珠宝，像係松喜内列，用嘅千多位玉石珊瑚，唔但搶買到貴婦嘅心，外國人也親好。好，你看佢係咪像一個簾子樣嘅？哈，布簾樣嘅，就一隻門，行到一隻門，下間要做一隻布簾，哈，布簾啊，就攞去做安樣，像垂簾樣嘅，個同喜字標落去，下面就用珊瑚，就是給你祝福你紅到底嘅意思。王源石嘅每嘢從細看論阿美做，一下也談論阿美嘅腳譜，落成做文化珠寶嘅設計。那這個發想就是像我們很多結婚訂婚的時候會有黃金的套組，那這個材質可以配合我們的天然的硨磲，或者是黃金，或者是 K 金，都可以去做不同的設計跟發揮。那希望它帶出來的感覺，不只是能夠把我們客家的精神以及有桐花奉獻的精神融入在設計裡面，也能夠讓人家有一種華麗，然後就是很特別的感覺。就按樣話較強啊，改變流行珠寶嘅設計概念，王源石帶入某嘢行文化珠寶嘅新世界，使得珠寶喺客家文化嘅幫襯下，行過有韻味。客家文化喺金娜娜嘅珠寶下，看得出行過當然，兩個做得講係相幫相聽。一條路動辛苦，但係非常有價值，講同有意義哈。因為我希望客家文化，因為我嘅推廣，本人感覺講唔係講，客家人就客家美食天天吧，但係人做的同能量加大，同平台加大，讓各種食衣住行娛樂都能夠做得在那樣文化地度有佔一席之地。也做我上個要做文化珠寶然後用我自家的專業，要來結合落去把客家文化發揚光大呀。時尚唔乃流行，文化當然能係永久嘅。王源石用人嘅想法打出台灣文化珠寶嘅名聲，可能細細原料只能同國際品牌相比。如以按貼片的創意，同地方原料帶出全新的路，一本細細有桐花開出無限商機。